你说啊？有什么？用写上几个呢？有谁呀？你想想？谁呀了？你好多？你好多是？用了是了？好了。不错。没有见了了。没了？我弄啊。弄了。用写几个弄。那不到么多路？这知道么啊？知道么了？啥汤白不到？啥大个都白不到？来过没？那你见了？其实就北北你这样。用写几个呢？用写呀了。来，我种到。